中科院伫咧嘉义的一个工地咧拆鹰架的时阵，鹰架双向放起，有几个工人摔落来，拢总造成5个人受伤。那先跟你说一下，等下还是会痛，你忍耐一下。受伤不正严重的伤患倒伫咧涂骹，救护人员伫咧急救，那安大因的情绪。14早起11点外，嘉义县一个起到一半的工地发生工业意外，几落个工人伫管理所在摔落来，需要赶紧送去病院。 上桥赶紧派人车来现场处理。回报为工地鹰架倒塌，造成5名工人受伤，均为男性，其中4名有骨折，及1名有脚踝疼痛，并疑似换气过度。现场是中科院伫咧嘉义水上乡中庄村的102新建工程，迄当阵违法的工程行包商伫咧执行拆鹰架的作业，派10个工人去伫顶头拆。 敢若是无依照程序甲工法，鹰架结果无稳，突然间大范围崩落，有5个工人轻重伤，分别送嘉义3间病院。经警现场处理，现场为某工程行实施鹰架拆除作业，过程鹰架不明倒塌，导致现场5名人员受伤，无生命危险。5个受伤的工人拢是男性，台湾籍，年纪伫咧20到27岁。 案件已经通报路检单位，会调查代志发生的原因，也有深受人为的疏失。记者综合报道。